家人同情人邊個重要啲？呢個問題一啲都唔易答㗎。嚟緊農曆新年假期就係考驗大家嘅好時機啦。藝人一年由年頭忙到落年尾，好在新年點都有少少時間放假輕鬆下嘅。吳奇隆都唔例外啊。不過傳媒似乎淨係關心佢嗰幾日會陪女朋友劉詩詩啊，定係屋企人噃。其實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家過年過了，每一年基本上都是在劇組。那今年的話，我想我應該會爭取到一些時間回去。那今年是會帶着詩詩回去見家長，還是一起去毛里求斯玩呢？毛里求斯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我們穿吧。有沒有什麼想跟媽媽說的嗎？現在？媽，我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那今年會回去看你。似龍把口雖然講到好似嫌啲記者煩親佢咁，但係一聽到女朋友個名，佢都不知笑得幾甜啊！訪問完咗，仲同嗰位追問佢嘅記者玩起上嚟添。呢日似龍着得咁型仔，其實係出席上海